大家好，呢一周法庭新聞重點喺兩宗暴亂同埋炸彈恐嚇案。2019年，理工大學外爆發暴亂，警方拘獲其中5名涉案者，日前喺區域法院判刑，但其中1名被告身體不適，入醫院治療。法官要求代表律師喺下次開庭之前報告情況，唔能夠無限期拖住法庭審訊。令無業男子喺網上討論區聲稱於年初一放炸彈炸金鐘港鐵站遭拘控，控方提出修改控罪，獲法庭接納，案件押後到6月中再審理。2019年11月發生非法佔據理大黑暴事件，警方經追查喺2024年中再拘控5名懷疑涉案男子，落案控以暴動罪。案件日前喺區域法院開審，庭上透露其中3名被告已認罪，另一人則因頭部受傷留醫，未能出庭。法官李俊文為確保量刑一致性，下令第3被告嘅代表律師須於5月14號或者之前向法庭提交佢健康狀況嘅書面報告，以評估佢能否於5月18日到庭。並強調唔會無限期等待。另一已認罪嘅首被告則主動申請撤銷保釋獲准，即時還押等候判刑。無業男子涉嫌於網上遊戲討論群組，聲稱會於農曆年初一喺港鐵金鐘站放炸彈，被控一項向他人傳達有炸彈嘅虛假消息罪。案件日前喺東區裁判法院再提訊，被告鍾志朗繼續無需答辯，控方提出修訂控罪申請，辯方對此表示不反對，並確認已向被告解釋修訂內容。裁判官將案再押後至6月16日，以待辯方索取文件及準備答辯。期間被告繼續保釋，並獲准減少到警署報到次數，由每日1次改為每週3次。一名16歲少年2025年7月於杏花邨住所內昏迷，送院搶救後不治。警方調查發現，一名18歲青年曾於事發當晚到訪，兩人曾一同吸食俗稱太空油嘅伊托米茲。被告喺警戒會面中供稱，佢同死者因踢足球相識3年。案發當日凌晨，佢應死者邀請前往其住所，並支付500港元俾死者，向一名身份不明嘅司機購買伊托米茲。兩人隨後喺屋內一同吸食。被告事後已將裝載藥物嘅煙彈丟棄。涉案青年日前於東區裁判法院承認一項吸食危險藥物罪。主任裁判官張志偉決定先為被告索取感化報告及驗尿報告，將案件押後至6月1日判刑。期間被告獲准繼續保釋。已故鋪王鄧成波家族近年屢次被傳陷入財困。鄧成波嘅仔鄧耀升繼上月9日後1個月之內再遭債主入稟申請破產。原告寶源財務有限公司日前入稟高等法院呈請，申請鄧耀升破產。高等法院已排期6月30日開庭處理。原告寶源財務有限公司曾於2024年9月入稟，要求鄧耀升及其相關公司出售物業，以償還總額逾1.28億元欠款中嘅部分款項。另外，鄧耀升於上月9日先至遭旺角一眾商業大廈嘅業主入稟申請破產。該案件已排期今年6月9日開庭聆訊。呢週法庭重點新聞講到呢度，下週再會。